在古老的印度，有位博学的长老萨遮尼坚，才智过人，却自负不凡。他听闻佛陀的教化，心生嫉妒，便带着弟子前去挑战。然而当他见到佛陀，那如朝阳般的威仪让他心生敬畏。佛陀从容应答他的问题，道出真谛：智慧非观辩才，而是守善无惧。被尊为长老不因年迈，而因心怀慈悲。端正非外表华美，而在于舍恶修慧。萨遮尼坚与弟子们顿悟前非，放下傲慢，纷纷皈依佛门。这故事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智慧源于内心的谦卑与善行，而非外在的虚饰。